是副署长的职位，他的阶层比6都的局长都要高，也比刑事警察局，也比我们的铁路警察局。要特别提到的是，副署长是仅次于署长，在警察里面是第2高阶的哈。那所以其实副署长的职位，他的阶层比6都的局长都要高，也比刑事警察局。也比我们的铁路警察局、比我们的航空警察局、国道高速公路警察局都要高，所以署长下来就是3位副署长，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外面会传说什么副署长直接比6都的署长、6都的局长要直接低，我不知道这消息是怎么传来的。哦，所以大家想一想，副总统会比行政院长低吗？那我当部长难道会比行政院长高吗？不可能吧。所以副院长。我们行政院副院长他的命令，我当部长也是要服从的。同样道理，副署长的命令，我在这里强调，各个我们所有警察局的局长也通通要服从副署长的命令。副署长是辅佐署长来从事所有警察的指挥、监督、调度等等的这些工作，所以副署长的职阶绝对是比局长要高。我要再次强调，所以。有这一些的传言，我是觉得对于我们警察的领导统御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哈。那第2个就是，其实警察会有很多的轮调制度，那警察的轮调制度，我会尊重警政署相关的一些考虑。那黄局长、黄宗仁局长是非常优秀的一位警察局长，他也当过副署长，所以这次再调任回来副署长，那警政署署长是告诉我。在查汇自报方面，他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这一部分借重他当副署长的经验，来指挥监督我们所有22个22个县市所有的这一些查汇自报的这些相关的工作。那他的经验是特别的丰富，因为他有地方局长的经验。我们另外2位副署长，一位是当过刑事警察局局长，另外一位也是当过刑事警察局的局长，2位都是。刑事的干才都非常的干才，但是他们都在刑事方面有特别的他们的能力所以在行政指导方面，我们知道黄宗仁他是45期第1名行政系毕业的，所以在这里的指挥监督，那署长认为由他来这一次的查汇自报由他来指挥监督会有更好的绩效，所以我尊重，所以我们就把黄宗仁局长。再调任回来当副署长，我想这个警察轮调制度是相当正常跟平凡的所以不必要做过度的一些联想。好，谢谢大家，谢谢。